闹台语讲新闻，世界大小事拢捌招闻。讲新闻闹台语，搁来话大小事咱位头来讲起。讲了这几天奥运比赛起果，正加热噗噗，乌天暗地。咱台湾的选手嘛是功夫真点，步数真出，希望替咱台湾争取好成绩，会当名声趟四海出名归世界。也毋过相关的比赛项目，咱台语要安怎讲？讲新闻闹台语，时间到主播陈彦伟。讲新闻闹台语，搁来话大小事，咱位头来讲起。大家好，我是陈彦伟。最近大家常常伫讨论话题，就是巴黎奥运。无毋对，最近咱台湾的选手伫巴黎来进行这比赛，大家拢希望会当摕到真好的成绩。啊，毋过你敢知影这巴黎奥运比赛这项目台语到底要安怎讲？今日闹台讲新闻，带大家做伙来了解。第一来看卖，讲到这个比赛项目，最近足行的，就是这羽球。羽球咱台湾的过去摕到金牌的林洋配、李阳、王麒麟，啊个羽球一哥周天成、羽球一姐戴资颖，其实拢非常厉害。来看卖羽球的这台语，到底班怎念叫做是羽毛球。另外第二来看卖网球，台湾的网球选手嘛，同款真厉害。有詹家姐妹花、詹永然、詹浩琴，啊个这谢淑薇，拢有够厉害。来看卖网球，台语叫做是网球，嘛有人叫做是 tennis， 英文 tennis 翻过来。另外第三来看卖就是这桌球，桌球有啥物选手来参加比赛？小林同学。林云如阿个这桌球教父庄智渊，今年嘛带到伊的徒弟叫做是高承瑞，做回来参加这个比赛。来看卖桌球的这个台语叫做是倒球，就是这倒爱倒。另外嘛有人叫做乒乓球，台语叫做是乒乓。另外呢，柔道男神杨永伟比的就是这柔道。上尾一个来看卖，就是过去台湾摕到真好成绩，跆拳道、跆拳道。另外，下一个你可能特别晓念嘛，来看卖这拳击，拳击就是即摆咱台湾伫巴黎奥运摕到第一个这奖牌。拳击呢，拳击的这台语叫做是八胜鼓，八胜鼓呢英文叫做 boxing， 这日本话叫做是八胜鼓，就安尼翻过来。另外看卖射箭叫做射击。高尔夫球，或者是高尔夫，同款嘛是日本人翻过来，某人叫做是刷球。来看卖这个举重要安怎讲？举重叫做是亚球练。来看卖这霹雳舞呢，是即摆这个巴黎奥运内底第一摆来增加这个项目。咱过去伫台湾拢知影，拢叫做是霹雳舞地戏，霹雳舞就安怎叫？另外来看卖，咱知影这羽球、网球、桌球呢，其实都分做一个人拍，两个人拍，啊个查甫甲查某做伙来拍。来看卖单打变怎叫做单打，另外双打变怎叫做是双打，另外呢查甫甲查甫做伙来拍叫做是男双，男就是男做伙这个男。好，继续来看卖，啊个经济无共款的这比赛项目。来看卖，亲像是这游泳，游泳安怎讲叫做是游水。来看卖，咱台湾即摆这选手王冠宏，蝶王伊的主色都是蝶式。来看卖，蝶式安怎叫做是海底游，就亲像海底共款来游泳。另外呢，自由式叫做自由式。另外呢，有人叫做是掠高游。另外呢，蛙式安怎叫？蛙式青蛙有人叫做是水鸡，有人叫做是四卡，所以蛙式有人叫做是水鸡游，有人叫做四卡游。另外上尾一来看卖，就是仰式叫做是摊笑游。另外来看卖竞技体操嘛有无共款的追求，亲像地板。另外呢，跳马、跳马、鞍马叫做鞍马。另外吊环叫做是吊环，啊，还有这个单杠、双杠。关加杠，另外上尾一个咱台湾的这体操精灵丁华田，伊比的这项目就是这平衡木的安怎叫？平衡叫做平衡木。好，上尾一个来看卖，讲到咱台湾这田径的这选手嘛是有够厉害，亲像是咱叫做台湾走上紧的这查甫人，台湾最速男杨俊翰，今年嘛是第二摆来参加比赛，伊参加这项目就是这走标。另外呢，这标枪叫做标枪，另外呢，这跨栏叫做是下栏。这就是咱即摆这比赛这项目甲内容，无论如何，也是来祝咱台湾的选手，让当摕到真好的成绩。这就是今仔日老台语讲新闻的时间。